咱來講到這中鏈的問題，由今晚呢是食署有公布有風險落架產品重新擱再上市的原則。也毋過一寡黨派所表示講，其實這中央甲地方目前也是靠人工咧確認的，所以希望講會當建立國家級的資訊的平台，嘛愛加這檢舉者的保護制度來擴大到企業、廠商，也是講客戶，互人會當安心通報。中鏈藥品涉案風波也未收煞，食藥署拜二公布以風險落架產品的重新就價原則，目前受影響的產品還在繼續增加，要求民眾無清楚敢有食到有問題的油。幾內個小黨組成的台灣前進電線拜二開記者會，嘛指出親像校園、幼稚園等教機構食的，民眾根本就袂當選擇要用什麼款的油。時代力量要求政府改善食品追溯的制度，包括講在追溯食品的源頭如何能夠明確的做到，然後了解每一批流向去哪裡，然後以及我們所關心的像幼兒園孩子、學校裡面，然後長照又或者是社福機構，是不是有食到這個中鏈的有問題的這個油品啊？吼。小民參戰歐巴桑聯名指出，雖然政府建立食安追溯系統，不過問題有事件發生了後，中央甲地方要是愛靠人工確認，資訊無法度即時整合，要求強化食品安全檢治的國家級分段資訊系統，食品分的追溯資訊，讓民眾查得到藥品的配合，確認家己敢有買到有問題的產品。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在查找這些資料來源，好，食品流向哪邊的等等這些問題。那我們希望的是，從採購端這邊就開始做好，包含出貨廠商跟政府的這邊機構做食品雲的串接。建議呢，這次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除了修法之外，要強調在源頭食品履歷、電子發票跟批號能夠做一個追溯機制。台灣前進電線嘛要求政府公布問題有事件的完整時間線，講清楚政府是當時知影、當時通知業者甲地方政府。另外，伊嘛主張甲檢舉人保護制度擴大到企業之間，也是會有客戶、承攬廠商，若是發現食安問題，會當安心通報。記者郭正陽之講台北報道。